台中的公车去弄到2个查某大学生，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根据了解，这只公车顶有行车安全辅助系统，而且有发出警示，也毋过司机无打动下。台中市政府即马宣布5项措施，除了要重罚，嘛要求所有的公车司机要加强教育训练，要强化安全措施。未来嘛会随时去稽查公车敢有守规矩。台中旧约交通305公车日暗弄到2名女大学生，造成1死1伤，引起真大风波。台中市长罗秀燕临时宣布5项措施，包括重罚业者120万10天内调回全市1300名客运驾驶员教育训练，兼是强化20大条事路口安全措施，延期提悬重大事故记点比重，严重者会当靠补助款加收回头款。佮要求年底进行全面加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行车安全补助系统。年底前全面完成安装，并且要求职业驾驶要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范，否则要重罚。根据交通部统计，台中市今年上半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有28人，是6度上侪，比去年同期增加23.3%。政府强调重罚甲强制安全措施，只要透过行政上修正公车亏损补贴作业要点，就会当实行。行车安全辅助系统一套6万9，补助其中49%费用，也毋过行人零死亡，推动人命认为，真侪公车业者营运困难，彻底执行纪律低，爱先为解决路口不当设计，加改善司机过路的劳动环境，这是根本之道。自己去付一半的钱去装那个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我们是觉得很困难。你立法强制他安装了，那我相信我们可以见到的，那就是公车业者可能也会跳出来说他们没有钱，政府应该要全额补助。我们觉得重点应该还是要先从公车司机的劳动环境以及路口的硬体建设来去着手，我们觉得这才是根本之道。交通局表示，保证全市1400台公车，大约也有20%还未安装。若无做到，会以公车契约法则开罚。各无定期伫路口稽查公车，敢是有做到停看型的规定。另外，旧约交通细细的驾驶车顶所安装的行车安全辅助系统发出警示，依刷无插已经先对业者罚5万。专案台中地检署以过失致死罪侦办，完成以20万交保，也毋过检方考量细细驾驶经济状况困难，最后以1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